亲爱的总管贵宾，还有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松山文创园区多功能展演厅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会。我还要皮登大家向下来向所有音乐时光给主持人贝拉，我是今晚要陪伴大家一起享受快乐音乐时光的主持人贝拉。在我们今天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希望有请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用一个热烈的掌声来为今晚揭开序幕，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热情掌声，好不好？哟，很感谢给欢呼声非常的好，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的期待今晚，对不对？说到山歌呢，很客家人哦，给一个客家歌谣的代名词。山歌呢是客家歌谣的代名词，同时呢也是我们客家人时代的记忆。那么爵士呢是流传在美国的民间，它也是美国人的精神。而今天晚上的这场音乐会是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所主办。今晡日安布亚给俩从个音乐会，还有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所主办。大家昨天看到哦，俩从个音乐会哦，山歌在唱。我们今天的音乐发表会是创新客家歌谣音乐发表会，而这张专辑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音乐界的奇葩范宗沛范老师，将客家传统嘅15条嘅歌谣，把其用好的爵士跟元素，把15首客家传统的歌谣融入了爵士的元素，让我们的客家呢有了全新的风貌。相信大家都非常嘅期待，应不应该按不压？那今晚的音乐会呢，当场我们要非常的谢谢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促成，对音乐的付出以及推广，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个音乐会。那今天呢，我们这张专辑发表会，当然呢，背后的这个音乐总监功不可没，非常非常的重要。范宗沛范老师呢，他有音乐鬼才之称，从古典乐到新世纪音乐，到爵士以及现代音乐。还有呢，世界音乐，范宗沛老师呢都可以随心所欲，用音符以及乐音创作出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应不应该安不呀？and出来欢迎范宗沛范老师，我们一起热烈掌声欢迎范老师。嗨，大家好。哇，范老师，我们刚刚在后台，你说你会说客语吗？用个啥？你有干啥？他说他只会说一句客语，就是永嘎沙。可是，在音乐方面，你不会永嘎沙啊，你做给非常给好，非常给赞掉。那我们这张的音乐专辑呢，我们邀请范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哦。这张专辑非常的特别，是改编了我们客家传统的歌谣，再融入了爵士的元素，对不对？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特别的地方，好不好？我们这次很感谢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客委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哦。从一些传统的民谣里面去找了一些曲子出来，然后也从一些现代的作曲家里面找了一些曲子出来。我们总共是从300多再挑到30集，然后再最后挑了15首。虽然不是说大家都很希望每一首都可以上，但是看那个，如果第一章做的台北市政府客委会觉得很满意的话，那我们还有第2章、第3章，对不对？那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找了很多音乐家人来，很多好的朋友一起来把这个曲子编。然后他们都不一定是客家人，所以编这个客家音乐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比较没有负担呢，就是对啊，可以随心所欲的创作，对不对？对，因为台北市客委会希望这个音乐能够创新一个风格，给它另外一个编曲的风貌。所以我们才想说用一个比较轻一点的爵士的那种手法去编。那因为我们就没有客家的那个文化包袱，对不对？所以我们编的时候就是五花八门，什么样子都有。所以其实也蛮好玩的。好，所以今天呢会有耳目一新的呈现，对不对？刚才范老师有说这一次非常的难得哦，非常难得嘅机会哦，有请到青岛嘅音乐家来我们今天的晚上做呈现。那我们请范老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乐手好吗？好，我们打一个灯啊，从右边的吉他刘旭明啊，来欢迎我们的刘老师，吉他手。还有我们这次最重要的键盘 leader、band leader 的这个欢迎我们的 keyboard 老师赖建宇。然后后面的那个是 percussion， 叫做黄
心仪，心仪，欢迎心仪老师。然后再过来是鼓手，美女鼓手旺旺，旺旺，欢迎旺旺。然后 Ruby Ruby 老师，台湾最美的2位管乐都被我找来了，小喇叭手，欢迎 Chloe 老师，还有这次也是帮忙很大的编曲，也是李思慧小提琴家，欢迎思慧，琵琶郑怡君，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贝斯手庄家伟，对，这些都是我们10几年来大家都是好朋友在一起合作，那这次很有机会再把他们一起找来跟大家一起来玩音乐。对，跟大家一起来玩音乐，对不对？刚才老师呢，有一些老师的名字记不住，因为他们平常都用音乐来做交流，对不对？大家有其他金不应该阿布亚某，让我听到你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金不应该音乐飞出爱开始嘞。首先呢，我们要来欢迎登场的是关灵芝，让我们一起热烈掌声欢迎。
谢谢关灵芝为我们带来好听的《山歌子·三国志》。接下来我有请嘉义微欣赏，我们要来欢迎谢宇威老师带来平板、平板，各位拜众赏欢迎。大家好，大家好。最近有点老年痴呆啊，因为是新歌，还是准备了一下小抄啊。从平板哈，这个客家的平板，然后大家听听看这个。 重新改编后的，加上这个巴塞诺瓦，加上国乐这样的感觉的客家平板歌曲，接下来带来这首《平板》，谢谢。6分啊分啊，一盘了去哪？苏阳了为呀天哪，两间了子哪？ 谢谢。谢谢宇威老师带来好听的平板，怎么差异微欣赏带来后堂的平板。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吉娜罐子乐团杨淑玉为我们带来《山歌一条路》，分享吉娜带来的《山歌一条路》，众赏分享。大家好，大家晚安。三个类带来2条歌的是黄连义欣赏的《山歌一条路》，大家向下来欣赏，希望大家。
树下坐了一下，躺伊苏三个在过，家门无度嘅阿公啊，问佛真我用白衣，我会暗夜先来无度坐了一下，好伊比念茶在过。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龚欣怡，欣怡要为我们带来好听的《妈妈的期望》，阿妹的期望，也是一条非常好听的抒情歌曲。我们也给欣怡一个热情的掌声。
谢。